现代台语版圣经士师记第18章。迄时，以色列人无王，但支族在找土地做徛起的所在，因为到迄日，因伫以色列人的中间，还未得到分予因做产业的土地。但的人对扫罗甲以实德找因本族5个勇士去详细侦探迄个地区，吩咐因讲：恁去侦探迄个地区。因来到以法莲山区，入米迦的厝，就伫遐歇眠。因伫米迦的厝附近认到迄个少年人利未人的口音，就入去问伊：啥人带你来遮？你伫遮在做甚物？你伫遮有得到甚物好处？伊讲：米迦款待我安尼，伊阁请我做伊的祭司。因甲伊讲：请你问上帝，互阮知，阮的任务会顺利达成袂？祭司甲因讲：恁通平安去，上主会帮助恁完成任务。迄5人就出发来到拿益，看到遐的住民平安徛起，亲像西顿人无欠客，无受人搅扰。因离开西顿人真远，无甲任何人来往。因倒来到伫扫罗甲以实德中间，共支族的人遐人问因讲：恁看了安怎？因应讲：来，咱赶紧来攻击因。阮已经探查过，迄个所在实在真好。恁毋通踮遮听候，着随时来攻占迄个土地做咱的产业。因到遐就会看到安然徛起的人民，土地开阔，物产阁丰富。上帝已经将迄个所在交伫咱的手。对安尼，但支族600个人带军器，对扫罗甲以实德出发。因伫犹大的基列耶林西边扎营，所以迄个所在到今仔日还叫做马哈尼但。因对遐经过以法莲山区，来到米迦因兜。迄5个去侦探拿益地区的人，甲因共支族的人讲：恁检知遮个厝内面有以弗得、家族神像、雕刻的神像、甲柱的神像，搭恁着拍算，看要安怎做。因就挖去米迦的厝，入去迄个少年的利未人的厝内，甲伊请安。但支族迄600个带军器的人，拢徛伫门口。侦探迄个地的5个人入去，将雕刻的神像、以弗得、家族神像、甲柱的神像拢摕去。祭司甲带军器迄600个人做伙徛伫门口。迄5个人入去米迦的厝，摕雕刻的神像、以弗得、家族神像、甲柱的神像的时，祭司问因讲：恁咧创啥？因甲伊讲：恬恬，毋通讲话，缀阮来去，做阮的师傅，阮的祭司。你做一个家族的祭司较好，还是做以色列一个支族、一个宗族的祭司较好？祭司真欢喜，就摕以弗得、家族神像、甲雕刻的神像，甲遐个人做伙去。因就出发离开遐，互囡仔精生财物做头前。离开米迦的厝已经真远，米迦自入伊的厝边，
对日但的人，因大声喊但的人，但的人回头问米甲讲：你自己这人要创啥物？伊讲：我做的神明，请的祭司，恁拢甲我带去，我要存什物？恁若要得问我讲，你要创啥物？但的人甲米甲讲：你甲我踮去，则免派圣地的人甲你攻击，你甲恁全家拢会无命。但的人就做引去，米甲看到因比伊较强，就活转身倒去因兜。但的人带米甲做的神像，甲伊的祭司来到拿厄，用刀杀死遐个平安徛起的住民，佮放火烧即个城。这城伫北利河山谷附近，离西顿真远，佮无甲任何人来往，所以无人来甲因解救。但的人就重建即个城，伫遐徛起，因甲即个城号名叫做但，是用因的祖先以色列的囝但的名号的。即个城较早的名是拿厄。但的人就伫遐为家己裁迄个雕刻的神像。摩西的孙吉顺的囝约拿但，甲伊的后代做但支族的祭司，一直到以色列人受掠迄日。上帝的会幕伫示罗迄段期间，但的人嘛为家己裁米甲雕刻的神像。